哇，感恩啊，大德这要是给大家健康啊，那我们要虚心的学习啊。感恩主逼啦，感恩主逼啊，感恩主逼哦。咁你拢做这招安尼啊？哦安尼啊？我是读这招啊，但是我这招我感觉袂歹个，把这卡落来用。哦。吸阳生阳气啊。你若按想要呼吸，润都二脉，拍它啊，身体就好。迄扭筋就是你筋内扭开，行路就会慢。算柔软啦吼。柔软，就较袂方便。对啦。要无我你照有人吃，练我就，你练50斤，你练50斤。哦，这个功夫哦。哦，练50斤哦，这个功夫。做功夫诶，做水安尼。哦，佫会当安尼练哦。这个肩胛头，这个50斤。哦，是啊，肩胛头。哦，佫有这个功夫爱学。这练50斤诶，敢无我这50斤拢无。哦，较早后壁算了3有人少，一手烫会起，一手烫袂起。哦，原来就是50斤。哦，安尼。安尼，后壁是啊。后跌。对啊。变过来，变过来。变过来。来，呼气，嘛是要做安尼。后壁。变过来。变过来。赞。啊，这种网络看的。啊。你网络看的。网络啊，爱西这架上来，爱好啊。哦，啦。甲服。减收益就对啦，是啊，真正减收益。做这50斤有效。啊，咱家试，真正好用啊。真正好用。我50斤全安好。哦，是。啊，无拢夹袂开就对啦。你夹会开，是夹袂开。安尼啊。我这平常时人家开，要讲人家开就安尼。好用。春轮啊，双手托天理三焦，双手托天理三焦。春轮。他甲夹袂吼。春轮。安尼剁下来。春轮哦，对三焦做好处。上焦管呼吸，中焦管吞咽，下焦管排泄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爱练啦。三焦哦，够好，感恩主逼。身体若好吼，就有迄个经验通行道路。感恩吼，帮助道路方便，感恩啊，感恩主逼，帮助道路方便哦，感恩，有点凡事慈悲。